第3章，因为安尼，我保罗为恁外邦人做基督耶稣受关的，替恁祈祷，量必恁捌听见上帝赐恩予我，将关切恁的这份托付我，用启示予我知影福音的奥秘，拄拄亲像我以前略略写过。恁读了，就会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个奥秘伫以前的世代无人知影，亲像现今借着圣灵启示伊的圣徒甲先知一样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内借着福音得到当做好事，当做一体，当得到应允。我做这个福音的执事，是照上帝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是照伊运行的大能赐予我的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第一岁更较岁，总是伊要赐予我这个恩典，予我将基督迄个测袂透的丰富传予外邦人，搁予众人拢明白这个历代以来温藏伫创造万物的上帝内面的奥秘，是按怎样安排的，为要借着教会，予天顶执政的、掌权的，现在得在上帝百般的智慧，是照上帝对万世以前伫咱的主基督耶稣内面所定的旨意。阮因为信耶稣，就伫伊的内面好胆无惊，深信无犹豫，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我求恁，毋通因为我为恁所受的患难失胆，这原是恁的荣耀。因为安尼，我伫爸面前跪骹头有，天顶地上的大家，拢是对伊得着名，求伊照伊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伊的灵，互恁心内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互基督因为恁的信踮伫恁的心内，互恁的疼心有根有基，会通甲众圣徒三甲明白，基督的疼是何等的长阔悬深，搁知影这个疼是过头的人所为测度的，就叫上帝一切所充满了恁。上帝会照运行伫咱心内的大力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咱所求所想。但愿伊伫教会中，搁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